议会30号审理干部局的工作报告，这位议员除了关心道路建设，嘛因为台南新的焚化炉也未当起，现况本色处理已经出现危机，连带兴到树顶大宗树基的修正以后，环保局限制未当进焚化炉，所以不管是干部局家己修正，也是委外，拢面临迁运的难题，嘛引发议员蔡淑惠、洪玉凤的关心。要求提报予市长知影，好好解决。咱的垃圾场虽然都是市府单位，但是你们跟环保局协调的结果，那个量是有限的啊，所以你即使要委外，那即摆高雄啊，卖互咱去，家己也无爱互咱去，咱等于无当去啊，无当去，咱新的粪扫场佫无法度去，新的，因为这个是恶邻设施啊，所以也无人要互去。你即使要把原有的，不管是烟霾场啦、垃圾场啦，还是怎么样的处理，要把它活化，但是那个速度活化的速度、再生的速度都不如我们制造垃圾的速度那么快啊！我们整个路边行道树的修剪，基本上是我们工务局的工作，但是环保局是协助我们去把这些树枝清理，但是清理完之后又没有办法进入焚化炉。基本上程序写在那点。是目前。那我们要怎么处理？这个目前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跟环保局积极的协调啦，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有在想说，是不是也是委外我就是委托那个厂商的部分，让帮我们载走这样子。如果我们修剪的部分，大概就2个方式。您请坐，局长。我想修剪树木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，不管是委外或是我们局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，因为也蛮有危险性的。但是这个部分，我想跟环保局是帮我们协助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既然都是台南市政府的，你们应该努力去沟通协调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根据了解，议员除了点出行道树的修正，其实包括后园环境清洁、废弃的树枝大小一堆，清洁队若无协助清运，对学校方面嘛是相当头痛，所以由台市府相关单位好好协调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